都不一样了，哎呦！就要站远了，给拍不到，是吹大吧？将就看看的。哦，你这是1.7秒，你说你拿的最大的？没有50.2那个，50定焦。哦，前面上的定焦。啊。我以为你说什么？这50的画质太好了。50的画质是真的好，85的虚化是真的强。所以说这两。85站得更远，85站得更远，站得2.9了。所以说，一般说这2枚镜头必须要有。我这儿来1枚定那个变焦、广角就够了。我这要是别天拍不成的，别天拍。我买了个50杠300都没用只用了1次，吃飞了。哎，对对。我把1些钱给踢了。没事，他经常这样的，拉错过几天会拉出来的。这个现在不能放太大了。谁打？将军我，谁讲？叫春的吗？叫春的。对，叫春。那个小拉布。他说这段时间有点喜欢跳街舞，以前跳的很少，以前我跳2场很少跳。他一出是一出的，习惯就好。往起跑上去。降春也是有的吗？那我真不知道。扎西也要加入战场了。他跳的就跟起高。他不能跳那么远。楼上有啊。我有东西玩的。说这样吗？是有一件衣服到看到过没？一个大衣。在群里面发了的嘛。我理解。等一下，我把这儿好像去说这个。他的裤子上啊，你明天拿一样的呀？主要有点冷，我看着有点拿得到。他裤子上肯定闷闷了噻。哦。涨价1号了嘛？我晓得，我看他裤子在涨。你现在他们东西收了就是收裤子上的了嘛？我现在打个电话。估计催明天了。现在给他收回去。音质有点差。抢头3兄弟。抢烫3兄弟好久没跳了，他们。雍正还往中间走一点点。雍正站中间。雍正看看。雍正往中间走一步。雍正站中间。那呀，再往左边走。好。再往左边走一步，走左边，往这边走。对，sorry。然后那个谁，降阳啊，对，好，可以，就这样。那是苞米哈。抢3兄弟。跳。
要干嘛？挺好，挺好的呀。浪费胶卷了。刚才挺好的呀。不要笑哈，不要笑。这不要笑。对，顶住。是吧？就长啊，特别长啊。跳舞要从娃娃抓起。小朋友挨近一点，现在有一点点转。黑
这光前面不用上哈，你打灯你不存在，你有。都上上。
我舅舅多拉舅，把家走你来做事。那个抖音在那看。只有抖左也会吧？抖音。啊，就跳左也，我搜左也，把左也搜出来。左不行，我就带你跳了。那个肯定会。不用闭眼，睁着眼跳，然后面带微笑。把闸西取证喊上去，他们都会跳。闸西取证也没来。往这边走一点点，好，可以。挺好。跳出来一个，跳出来一个节奏。